破产落魄非常惨的10位富豪。為何青春過得好似爛泥，活到最後，隨之痛苦與失敗，唯有將光陰凍到滯，渡過最後的3年。是否青春可以輸，亦可以買？就算青春過得好似爛泥，任你灑賣，我都不懼也不碎。就算喝醉，想起過去，輸了許多的3年，淚水抹去後，落下的，請老鐵評論區幫忙補充。